今日大概幾點到銅鑼灣呢一帶咁樣？我今日就大約係1點鐘到，咁我做埋私人嘅嘢，咁然後就過嚟呢度啦。我都未食飯，乜都未做。啱啱嚟到嗰陣時咧，警察有冇開始截查你啊，或者點樣？你講係邊啲人？警察。警察佢睇咗我都睇到佢，咁大家四目交投咁啦。咁今次咧就冇得講話，我引起人群嘅聚集，所以要送我離開啦。因為我今日係瀟灑走一回，阿葉倩文嗰隻瀟灑走一回嘅，同埋我做嘢係贏得一身清風，係楚留香嘅。嗱，兩樣嘢都可以 fact check 嘅，咁所以我想講俾社民連佢哋解散咗啦，好無奈。我今日要講句説話叫做灰飛煙滅，大家都明咩叫灰飛煙滅嘅，有啲傷感嘅，咁但係我都想贈幾句説話俾社民連阿寶瑩姐同埋旗下阿子傑啊、浩桓啊、阿牛啊兩位左右手啊，同埋嗰個副主席，因為而家個環境唔許可，唔到你可以要求啲乜，所以用佢嘅不作浮沉，浮沉唔係浮沉，根本已經即係冇得浮。作為一個浮塵，我唔想做，因為我要發熱發光。咁發熱發光佢啱嘅，但係我希望有幾句説話 send 俾佢哋：化悲憤為力量，化腐朽為神奇。我唔敢講化干戈為玉帛，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時移世易，我哋講嘢亦都好小心。咁今日係7/1啊，2025年7月1號，我出嚟食嘢咧，我可以食啲咩咧？梗係要冇危害我哋香港市民個安全同埋健康啦。如果食咗肚痛嘅，咁就唔掂。一定唔可以危害香港市民個身體健康。我今日咧亦都要可唔可以俾支水我飲啊？攞支水嚟喺我度啊！唔係你我嗰支係佢要攞支水飲呢度。有人就可以拎住我電話。保抗力，因為我哋而家遇到好多不可抗力、不可理喻、不可明白嘅事物。咁你今日飲咗未啊？好似嗰個就唔係保抗力嘅，係益力多啊！我都開唔到，有冇人可以扭一扭開？遇到太多不可抗力嘅事咧，就要飲多啲保抗力。你問我今日開唔開心？咁我今日開心嘅，28週年啊嘛！我留喺香港，因為有自由去食我所欣賞、我喜歡嘅食物，我可以去購物，要振興經濟。但係成個6月係飛霜嚟嘅，係6月雪啊，全部都冰冷嘅。食肆所有嘅嘢都結業，接踵而嚟，由6月跨越到7月，大家都明白個經濟係蕭條，個社會氣氛融融洽咧。咁當然
大時大節個個都會出嚟，或者北上，或者南下。但係你問我呢，我會停留翻喺香港去振興經濟。特首都話啦，香港個經濟前途一片光明。咁我哋咪拭目以待，睇下有幾光明，同埋有幾振興我哋經濟。好啦，輪到你問我啦。其實今日都有3800間食肆係佢哋會推出林林種種嘅優惠啦，甚至係全單7·1折。咁見到譬如都有啲金大排場咁樣，自己有冇話睇中呢間咁樣？佢啲7·1折咧，有好少撮嘅食肆係全單7·1折嘅 ，selective 嘅。我揀嗰樣嘢，譬如我今日買個冬瓜盅嘅7·1折啦，你就食冬瓜啦咁。咁你除咗你唔食冬瓜，你第二樣就唔係7·1嘅咁。咁所以咧係好狹窄嘅個選擇，同埋咧，除非你有全單7·1折，咁又唔同，係嘛？咁我都會去選擇性睇下邊度有我認為好食嘅嘢，我咪去食咯咁。就你唔好以為7·1折係全單嘅，有一部分有，但係好少部分，大部分都係選擇。有冇咩心水嘅餐廳啊？你又問嗰個問題，我比較上我都係中意去利舞台廣場，中嘅就係玉圖軒，西嘅就新寧餐廳。有啲網民話：喂，翠亨村執咗粒好耐咯喎咁。你問我一向以嚟，我係中意翠亨村，但係而家時移世易，你唔去得一頭半個月，佢就結業啦。你睇呢個6月份，戲院結業，食肆結業，商場部分結業。咁你話可以容納啲咩呢？嗱，雖然香港政府話個經濟好會重生，要轉型，咁轉咩型呢？係咪中菜去轉鐵板燒呢？你全身要整過晒啲爐具嘅喎，整得嚟執笠嘅。你要 re-establish 所有嘢唔容易。佢經濟都拮據，你仲要佢裝修，重新嚟個師傅咧，佢唔熟嗰行，佢點做咧？係嘛？好似阿波叔啊，係 espresso 加橙汁，我啊驚會肚屙啦。如果你食完豆腐花，你飲杯檸檬茶咧，包你水瀉，咁你會唔會好狼狽嘅喎？你成日叫人哋轉型，我想問下點轉？何去何從咧？你要講㗎嘛，唔係話你轉啦。而家個世界係咁㗎啦，變我仲啱啱琴日睇到美心集團2間 canteen 嘅旗下喺中環金鐘都接咗啦，美心都做唔住咯噃。咁你話俾我知究竟點解咧？嗱，你唔好話富東閣嗰啲啊，咁佢只係一間酒樓。你睇下大班麵包。一講完，你啲餅券、你啲麵包券食晒未？你去玩 gym 嗰啲贈券咧，你買嗰個入會費送好多俾你，你都嚟唔切做，跟住又玩完就走咗。咁你話個經濟係屬於蓬勃定係差？咁差人意咧？定係差勁咧？大家用個腦去諗諗。人講嘅説話咧，我上次都講啦 ，trust no one， 信你自己。你信你自己，雖敗猶榮。你問我上次講到就話我畫咗一條線，咁就俾人 interrupt 咗啦。做人係要畫出一條線，嗰個線係有個底線，你唔超越嗰個底線，你咪可以去做咯。我唔會煽惑人去做嘢，但我一定會煽惑我自己個思想行為每一件事。呢個就係做人要心安理得，啱唔啱？公子都想問下咧，啱啱你都有提到社民連，都早排社民連解散啦，會唔會都有影響到你今日諗下會唔會都叫出嚟咁樣？佢哋每個人嘅成員
都有自己嘅優點，有長處。咁未免唔係一件好事嘅。如果個別發展，大家各展所長，或者又闖開一條生路啦。阿 Jamie 岑子傑佢話佢會繼續去輔助弱勢社群，好難得呢個後生仔，其實都唔係好後生啦，今年都38歲啦，係叫做壯年。佢有咁嘅抱負，我俾個 like 佢。Jamie 係一個好叻嘅人，口才好，腦筋靈活，又識包容其他人。但係試下下次又包容我啊嘛！你淨係包容晒我身邊嘅人，咁就好似對我唔係好理想啦。咁你話阿蓮姐佢係好辛苦撐落去，經濟上、精神上，因為佢先生已經坐監，又要照顧阿長毛，又要身為一個社民連嘅主席，個壓力好沉重。大家應該去明白、去體諒佢。佢係一個好堅強嘅女性。你嗰日睇見星期日個直播，佢一路講一路抹眼淚。其實我一路喺屋企睇個直播，我都一路好唔開心，因為人要經得起挫折，但係呢個挫折係家庭上、政治上、經濟上嘅好沉重打擊，所以我希望阿寶瑩姐，你聽見我咁講，你暫時豁咗出去先。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一技之長，同埋佢哋社民連個個都係優秀。陳浩桓亦都係一個醒目仔，佢好似今年得28、9歲，來日方長，係咪？所以我希望佢哋個個都保重。呢件事對我嚟講咧，我係心噏嘅，但係好似我頭先講，灰飛煙滅總會有，落寞一定有事，但係你要抬起頭，喺邊度跌低，喺邊度爬翻上嚟做人，面對積極嘅態度。咁陣間咧都有冇諗住話逗留幾耐啊，同埋去邊度？呢個係我自由，唔好又話人群聚集啊，你又要落地鐵啊，我護送你翻屋企，啲唔合邏輯嘅嘢。我只不過我大體，我唔爭論，即係你要咁做，根本你哋可以 fact check 翻部片。嗰日落大雨，我後邊冇人嘅，佢就話你引起人群聚集，邊啲人群？警察人群，一圍橙帶，你有20個，有雜差，有便衣，有軍裝。咁網媒傳媒一定走埋嚟影相㗎嘛，轟動啊嘛，咁然後人群聚集，你要走，你去邊度食飯？你同邊個食飯？呢啲係我私隱，我唔需要同任何人解釋。我今日中意同邊個食飯，我邊度最怕就我食飯冇俾錢，係嘛？好似某君咁，咁呢啲就我唔係嗰類人。你就冇可能話你要翻屋企咁，咩環境，咩世界，做人有始有終，始亂終棄意思。咁啊，你話明就話民主派已經成為歷史啦，你自己民主派仲應該啟動嗰個 wind up 程序。佢未嘅，仲有我諗1年或者唔夠1年咧，先結束。但係而家社民連嘅當日已經，因為佢冇資產，我又冇樓買，咁咪冇咯。即係其實民主派係咪成為歷史啊？即係民主派整個民主派陣營係咪成為歷史？所有以前嘅嘢都成為過去，都 history 係成為過去嘅歷史。你要重新 re-establish、rebuild，
冇可能。你憧憬乜嘢，你可以自己個內心去憧憬，但係事實擺喺眼前，我哋要面對現實。社民連加埋民主黨將會係剩餘最後兩個政黨，剩翻兩個。即係我唔講啊，湯生嗰啲啊嚇，湯生嗰啲啊，我亦都唔會留意佢個政黨叫咩。咁啊，特首都去捧場添，佢嗰個政黨嘅雞尾酒會，好似話唔知幾多年嘅政黨成立咁樣。我淨係講民主黨同埋社民連，咁結果已經成泡影啦。各人就要尊重阿寶蓮姐同埋民主黨阿羅健熙先生作出嘅最後一個決定。將來係將來嘅事，冇人知。你而家同我講，我今日唔知道，我聽日仲會唔會生存喺呢個世界？可能我仲存在，但亦都可能我都灰飛煙滅嘅。如果一陣即係出去銅鑼灣大活動嘅時候咧，都唔會驚。你又話我引起群眾，我唔係姜濤喎，我又冇跌落海喎。咁你好老實講，你點話我引起人哋圍觀，人哋圍我乜嘢咧？我今日做得咁素，黑白分明，我又唔係嗱，你都着紅色啊，但我着黑白啫。呢邊個圍觀我？我又唔係年紀輕，又唔係娛樂圈，又唔係政治界，我係無遠弗屆。咁你喺街唔俾我講嘢啫，我喺街唔講，我喺街會笑。點解？因為我就坐樓梯。點解仲坐樓梯？你話俾我知點解？人就係咁噶啦，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汰出局。喺特首上任3年嗰個表現啊，佢就話佢經濟由負增長變正增長。佢話我哋咪聽咯，有好多嘢人哋講，我哋拭目以待。呢個同一家嚟㗎。但係我淨係睇過6月份，日日都執笠嘅。佢話執10間開16間，我唔知點咯。但係人哋講嘅嘢咧，我都話 trust no one 啦。你咪靜觀其變咯。你睇下個經濟好到點咯？股市係啊，今年升咗4000點，但係有個可能托市㗎。你唔托住個經濟，唔通就跌翻17000？而家應該都係24000到上落啦。如果真係好啊，好似某人講啊，話去到4萬點㗎嘛，有冇見過個4萬咧？24000就有，有冇見過4萬咧？你發夢可能發到4萬點。好似某人話買一樓，我買樓因為我睇好樓市。哇！你唔蠢嘅，你睇好樓市你又買樓？呢個你唔等啲樓市升嘅時候你先買啦，等佢跌嗰陣時你買完就升喎，咁就振興經濟，咁就係睇好個後市。咁啊邏輯嚟講咧，人有人，我有我，咪一笑置之咯。每個人都有自己個思維㗎嘛，你話係咪？應承我，你哋個個都要應承我。做好自己本分，就唔好盜竊喎。千祈唔好為少少事，為一棵樹而放棄一個森林。大家都要應承我呢件事。仲有咩問？咁啊，講下今日嘅衣着。啱啱聽你有講幾句。我都頭先講咗 black and white， 黑白分明。點解我要選擇黑白分明？因為我做事係黑白分明嘅，我所有嘢 fact check， 所有嘢咧 according to WhatsApp 個定論係你冇得改嘅 WhatsApp。
我唔會憑空想像任何一樣嘢，我每一件事我都係真憑實據去分析、剖析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個過程。所以我今日應該好 pleasant 啦，睇落去黑白分明啦，個頭髮都係黑啦，都有白啦，做人係要咁你先至活得精彩，活得開心。我唔係計較活得長與短嘅個生命，最緊要活好每一天，活好當下。我成日有3句説話想講：自強不息。咩叫自強不息？上網去 check 下。仲有一句係咩？初心不變。嗱，佢哋都知。我嘅初心係停留翻喺我 make a decision 嗰一刻，係好多年前嘅，係2010年，而家係2025年。今日有幸喺2025年嘅7月1號香港回歸日，我都可以表達到我心聲。呢一樣嘢係我始亂不棄，係我初心不變，亦都係要大家自強不息，努力行落去。尤其是都係最落㗎啦，寶瑩姐。係啊，得咗有嘅㗎。我覺得你好偉大。係啊，你頂住到啊！呢個唔代表社民連其他成員唔偉大，但係佢背負嘅壓力。先生坐監，財政出現困境，政治打壓，大家都知嘅，只不過唔講出口，同埋冇勇氣講出口。我今日所講嘅嘢係發自我內心，係表達我內心世界。所有嘢係我先話自己，其他人唔關我事。人做事，他在看，天在看；我做事，我自己在看，個天在看。咁既然民主派喺香港都唔再存在，咁邊個幫香港人爭取民主或者民主嘅路點樣行？呢樣嘢冇人知，等於我哋國安法喺2020年7月1號實施，你哋知唔知道？會演變到咁激烈咧？哇！我而家呢個6月份，我睇佢乜都執笠喎，死唔死啊？食嘢又執笠，美容又執笠，健身又執笠，咁點知唔執笠？行落去咧，好困難嘅。好似我點解我話我坐留香，瀟灑走一回，我唔理得咁多㗎啦，係咪？所以各有前因，莫善人。所以我講埋呢句得㗎啦。嚇？唔係，我想問下先。你想問咩？我想問下你喺度做乜嘢？呢度我哋商場唔適宜做呢啲喎。你問下飛躍堂嘅老闆咧。佢帶我出嚟㗎，飛躍堂。飛躍堂嗰度。OK。好啦，你哋有咩再講埋？冇嘅咧就結束。